網友問有冇長續航版 Model 3，咁我問你，二手市場嘅長續航版淨係比標續貴咗少少，但係佢嘅續航同埋音質都好咗好閪多，你知噶係嘛？呢個配置長續航版係人都想買，你都知噶係嘛？咁我問你，你憑乜嘢可以搶到個個都想買嘅嘢呢？就憑你今日好彩，冇錯，我今日收咗一部20款嘅長續航 Model 3，咁即係有幾長啊？好難講幾長噶喎，因為長嘅定義係好抽象嘅，總言之就係長啦。一般20款嘅標準 Model 3充滿電大概標顯係340公里到嘅，而呢部長續航咧真係勁好多啊！我哋琴晚斥巨資將佢開翻屋企充咗10幾蚊電，充滿咗啦，佢顯示473公里啊，真係撐成100幾公里嘅續航。原廠揀咗白色車漆，車主升級咗一個18寸，睇落有啲藝術成分，但係唔係好高嘅鈴，同埋剎車盤，仲升級咗一個 AP5000R 嘅剎車。車內裝修方面咧就簡簡單單啦，車主升級咗個全車嘅 Alcantara 翻毛皮嘅大頂，哇，直頭係高檔啦！仲有一張類似換新版 Model 3 P 版嘅桶椅，仲有埋 P 版嘅呢個 logo 添，仲要係打孔座椅嚟，雖然冇通風，而且仲有一個碳纖維飾板，成車嘅氛圍感、材質都係滿滿嘅誠意。佢最超值嘅一點呢，就係佢嘅音響，足足有15個喇叭，有超重低音咩小 B 嘅選項，比起換新 Y 嗰種到頭唔到肺嘅嗰種低音效果呢，呢部真係好太多啦。你唔好睇佢係一部5年前嘅電機，安全配置方面一樣都唔少得。標配咗主副駕嘅2隻機械門把手，緊急情況隨時拉開機械門把手就可以開門啦。所以之前想揾長續航 Model 3嗰啲閪仔，我發咗俾你又嫌貴嗰啲啊，呢部11萬幾，你冇藉口唔買啦啩？不過啊，車就得一部喺度，要買就快。